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食材啊，就是呢，我们通常呢做蛋糕一定要有蛋嘛，对不对？那蛋的过程当中呢，选择安全的蛋是很重要，而且要新鲜，那蛋糕就有弹性。好，首先我们先把蛋黄打破，然后呢，我们把细白砂糖放进去，和这个细的砂糖放进去，搅拌到微白哈。所以老师可强调说，其实他加这个糖啊，再跟这个蛋黄搅拌哦，目的不是只有把糖溶解而已，是的，是的，是把一些空气呢打到这个蛋里面去，待会我们做出来的蛋糕自然就会比较蓬松哦。刚忘了跟大家提醒，可能蛋那个烤箱要预热。好，要不然的话，等一下、这个也很重要，免得你蛋糕全部都做好，结果发现烤箱没有预热，糟糕了，它的体积就慢慢呢，随着你等待的时间就慢慢沉下去，待会儿你做出来的这个蛋糕呢，可能就体积变得矮矮的，对就是像我这样的比例了，不会像老师这种比例了哦。好 ，OK， 我们看到已经微白了，对不对哈？那此时我们可以先把豆腐哈，豆腐当然你选择你觉得安全的，你所选择你家附近卖的豆腐也可以，或者是你觉得你有固定品牌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哈，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就好了。所以老师用的是嫩豆腐咯。对，我用的是千万不要用板豆腐啊，在国外的观众朋友也是一样哦，我们就买那个 soft 啊，不要买 medium 的。好 ，OK， 把它搅散就好了。那如果你需要一点口感，你不用搅到很碎也没有关系哈。然后呢，因为豆腐本身它的浓缩了，所以呢豆香会比较明显。那这边呢，我们还有特别呢使用到豆浆。那豆浆增加液体，因为呢戚风蛋糕之所以柔软，来自于它水分含量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液体油，只要没有味道的液体油就好。这是这个蛋糕特有特征。你用奶油融化虽然是液体，可是它不是液态油，它是固态油，它回到低温的情况下，对，它也是固态哈，所以呢，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把它加进去。那这个地方呢，充分搅拌哈，要不然的话呢，油会积有在蛋糕的表面上，会没办法乳化。所以材料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哦。对呀，对呀，对，真的很简单。然后就是呢热量又低。好 ，OK， 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任何油脂之后呢，我们把就是呢这个豆浆哈。那以往我们可能都用牛奶啦，或者是果汁啊，或者是水啊，好来取代都可以。所以这个豆浆也是无糖豆浆咯。对，无糖的，因为我里面已经刚才有加了白糖了，所以如果你有使用有糖豆浆的话，我们可以把糖量再稍微减少一下，这样子哈。好，那这边呢有个黄豆粉，事实上呢，这黄豆粉就是呢，我们做豆腐不是有剩下那个豆渣吗？也可以用那个豆渣来取代。那当然，一般现在超市都很容易买得到这个东西，你可以跟粉一起过筛。好，这边我们请那个厨娘帮忙筛一下好了。好，还有低粉，低粉也一起过筛。好，低粉。是为什么所有的粉类都要过筛？因为呢，在过筛过程当中有几个重要的 point， 它的重点了哈。因为通常我们做蛋糕都是用低筋面粉，那低筋面粉呢，它会结粒，就像田里面的土会结成颗粒，然后去控口油，对不对哈？那因为结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让它充分的就是呢过筛之后，那颗粒可以呢充分被使用。所以呢，过筛的目的让它更均匀。还有呢，因为它过筛完之后，它粉比较轻啊，比较轻的时候呢，我们等它放到面糊里面进去的时候，拌壳的时候它容易被拌壳，比较不会使它消泡。所以呢，要过筛哈。那这个的话也是要对，因为它也是配方里面嘛哈。对，所有的蛋糕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正确的计量、正确的称重。刚开始做的时候，请大家还是按照原本把这个基础打好之后，再来做变化。好，接下来呢，就常碰到学生很辛苦，就是要打蛋白。我最怕了。因为这个蛋白啊，就是呢，从液体的方式要把它打成固态哈。当然，我先用手打。好，首先呢，我们先看到蛋白本身是液态，那蛋白是越新鲜越好，甚至冰的都没关系。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豆浆，如果从冰箱拿出来，要先隔热水让它升温一下，这样这一锅温度就不会拎叽了。反而是这个蛋黄的部分的温度呢，要对人体气温温的，这样没有关系。那这边是冰冰的，那因为有时候呢天气很冷，当然蛋放在就是说室温底下是冬天的话 OK， 可是如果越新鲜的蛋做出来蛋糕就越有弹性越好吃。还有要注意就是这锅子不能有油，有油从早上做到晚上都打不发的真的。对，很多人刚开始不太敢做蛋糕，就是因为呢这个蛋白部分都会打失败，因为那个蛋白怎么打都打不起来。其实就是刚刚老师强调的我们这个锅子要非常非常的干净绝对不能有一些的油在里面对。还有就是常常会碰到就是呢读者或者是学生问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你都乱打都没有固定的方向？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同一方向？蛋白只要没有油去阻碍它怎么打都没有关系，它就会起泡。然后呢，因为我们手打
希望让它呢就是轻松的做，对不对？好，不然打到那个脸色发白啊哈。没有错。所以呢，我们要轻松的做，如何轻松做呢？蛋白本身是水分。然后呢，蛋白是水分的时候打的时候是不是最轻松？糖加进去的话呢，会增加粘稠度，阻力会比较大，对不对？对，所以就会更容易手酸，对不对？没错。所以我们先让它体积出来，再加糖，这样子的话，你做出来就很轻松，别人就看到你很优雅，都不会很累的样子哦。好，打到不低哈，打到不低。好，为什么打到不低的话呢？就要加糖，要不然这个蛋白会花掉。因为糖有安定蛋白的功能，可以使这个蛋白的气泡呢被糖披覆住之后，它就安定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很重要哈，不能随便减糖哦。好，你看它有立角了，是不是很快？它是不是有立角了 ？OK， 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立角，老师，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蛋白打到怎样叫做立角。目前都还是湿性，都还是湿性。对对对，那戚风不用打到太硬，就不用打到太干绵，它做出来口洞很大很粗糙哈。好，那接下来呢，加第二次上，大概分3次左右就好了。那事实上我可能示范一下，就是说有的观众朋友可能觉得说，哎呀，这样好像手很酸啊，不会的，其实是不会，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们用到正确的手法去做机器的搅拌。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常常我们会这样拿手提嘛，结果这一段更酸，不会比你用手打更轻松，所以这一段就好酸好酸好酸。其实是这样的，用夹在就是我们的手臂，把这个就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夹住之后，力量在这边就是呢过来，然后呢手背只要朝上就可以了。好，这样你只要这样转这样子，然后呢是不是刚好可以按，对不对？对。好，就这样子，一边转，就像游蛙式一样。好，游泳游蛙式一样，有没有看到？这样当然你这样子的话是玻璃是没有关系，可是如果钢就不行，事实上是不能有声音的，要不然你左邻右舍都会知道你在干嘛呢？对呀，对不对？好恐怖。那这样子在转的过程当中，它是不会有任何的摩擦，就是摩擦到你锅子，或者是也不会让你手酸的，就这样子，其实很快就好了。然后第3次当然用机器也 OK， 但是我今天还是用手让大家熟悉如何用手感去感觉到最后的结果是你要的。好，然后我们再把它搅一搅。第3次只要砂糖融化就好了，这是戚风不同的地方哈。因为戚风只要呢细致的就是呢蛋白，并不需要很粗的蛋白，那这样做出来的戚风会像绢般口感，真的很好吃，我超爱戚风蛋糕哦。好，已经结束了哈，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呢已经有立角，然后你所谓的鸟嘴，但是你看到这个蛋白是有光泽的，对，非常有光泽，跟皮肤很像吧？跟我的比较像，跟老师的比较像。好，就这样子，然后你不要说，哎，这样好了没？这样好了没？这样子看不出来，所以你必须要呢很优雅的这样子上来，大概离开这个0.3公分的直径就是可以完成了。千万不要达到没有光泽，这样做出来蛋糕很粗糙，一点都不美味。好 ，OK， 这边呢稍微有点哈，就是呢那个豆腐会有点重量，会有点下沉嘛，然后我们取1/2的蛋白，上面把它搅一搅，然后把它取出来。好，我们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地球好了，好不好？我们把它想成它是北极、南极，这是赤道好了。我们从手背从赤道的左边右边到左边，也就是说我们的手背手背呢朝上之后又朝下之后又朝上，这样转一圈，把这个底下的水分跟这个蛋白的重量可以让它融合，这样我们等一下呢粉下去之后才不会结粒。千万不要像刚刚弄蛋黄黑欧贝拉不行哦，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这样子搅了哈，这个很重要。可以了，再做一个就好了，它就不敢拉了。好，接下来呢，因为这样子水跟蛋白已经有一定的承受力，所以我粉下去，它就会再均匀再附在表面上，它就不会呢马上就掉下去了哈。此时呢，我们必须要换一个橡皮刮刀，用这个线来搅拌，因为好不容易把蛋白打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到我们这个蛋白不会消泡哦。好，所以呢，我们从12点到6点，或从南极到北极都好，从12点到6点转起来。好，用线来搅拌，线的摩擦力最小嘛。到9的方向嘛。对对，到6，然后提起。好，12点、6点、7点提起来。你看，其实我2只手是刚开始是平行的，平行之后呢，上来之后2只交叉碰到了转起来。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确保你的蛋糕的就是呢体积呢得到很好的保存，不会呢使它消泡这样子。好，拌到没有粉哈，这些粉呢，在蛋糕里面的组织呢，它的功用就是呢，就像房子一样，它支撑的这些柱子一样。如果你的粉越多，你的柱子越多，你的蛋糕就比较干，刚刚好支撑得住就好了。
好，它不会垮掉就好了。好，然后蛋白放着，它就会像洗衣粉一样，它会消泡。好，有时候小时候玩那个泡泡啊，对不对？然后呢，它会结力，那我们把它搅一搅，它就会回来的。再把它搅一搅。对对对，搅一搅就好，不用再打发了，没有关系哈，搅一搅就好了。那此时呢，把它整个哈，就是呢蛋白刮下来。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这个地方哈，你看还有一些蛋白，对不对？我们把它就是呢整理下来，好，整理下来。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把它倒入我们的模型里面的。这个模型呢，就是记得它一定是分开的哈。那分开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千万不要拿这一根，免得它等下就掉出来，面糊流出去了哈。记得这个不能涂油或者是撒粉，倒扣的时候它就滑下来了哈。所以呢，它是倒扣乘凉用的。从高度5公分的地方大概倒下来，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太高，它会有冲击力啊，这些气泡是会消泡的。好，转向就好了，然后呢再把它拨下来。好，然后呢，我们在3点的位置上就也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球，然后我们在3点的位置上哈，就是把它整理一下，让它呢均匀。那即使你这样子画，它也不会怎么样。因为等一下它会上到模型那么样的高度它也不会怎么样，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很轻松，就很容易做好了。入模了之后呢，只要轻轻的敲一下就可以进入烤箱烤焙了。敲一下很重要哈，要把里面的一些空气对多余的大泡泡把它稍微敲掉，但是你不要拼命敲，拼命敲的话都消掉了，这样子也不太好。然后千万不要像思涵一样把这个中间的拿起来就拎进去，结果发现怎么地上一坨。就很惨哈。OK， 好，然后预热好了烤箱放进去180度，好到170度，就是一般我们烤饼干、烤蛋糕的温度，大概就这种温度哈。然后预热好放进去之后，我们设定好时间，整个 total 的时间呢，大概是25分钟到28分钟就好了。但是呢，我这边给大家参考的是一个就是呢。时间而已啊，所以时间就是说，因为每个品牌不同，还有你开炉门的时间不同，你放进去的时候热气跑出来的时间的状态不一样，是。所以如果你今天25到30分钟内没有烤好，好，比如说25就黑了，表示你炉温太高，180度太高，可能降170或160。如果你烤了30分，你还是很白，表示你炉温太低，可能要升到190、200度 C， 因为品牌不同，还有每个人状态不同，所以无论如何，可能一个参考值而已，不是绝对的，大概170、180，就是你烤饼干的温度就可以了，25到30分钟就可以。老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刚开始做烘焙的，比如说我自己在外面我会很紧张嘛，就是到底我们家的炉温时应该调高调低？那我中间发现，怎么烤了已经过半了都没有起色，我就会很急着那把它掉头，可以做这个动作吗？事实上开炉门就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呢转向掉头，那为什么要掉头呢？就是让它颜色均一嘛。可是当还没有着色之前，你掉头没有任何意义，你转来转去是白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开炉门的目的是它已经可以出炉了，所以通常在12分钟，如果你的烤箱对于这个蛋糕的表面没有任何的着色，表示炉温太低，此时赶快把温度上升就可以了。好，不要开。那如果此时已经着色很黑，赶快下降。那一开炉门只会降温，它只会烤表面，反而中心的温度它不会进去。对，外面已经烤焦了，结果里面呢还黏黏的。对，好，现在蛋糕已经烤好了，可是我们如何判断蛋糕到底好了没有？首先我们先从外面看，它的裂缝已经着色了，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如果你觉得还是不确定的话，你可以准备一根竹签，然后呢，戴着手套哦，然后呢，从这个就是呢。蛋糕呢拿出来之后，从中间穿刺，它不粘了就完成了。那轻轻敲，把它倒扣，直到冷却为止。好，现在我们的这个戚风蛋糕呢已经凉了哈，我们就要来做这个脱模的动作。如果说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烤个蛋糕啊，然后放着啊，明天早上再脱的时候，它就会吸湿，就很好。这样拨一拨，它就会掉下来。可是当天烤好呢，它比较干，你就必须要借助脱模刀。好 ，OK。倘若你做的比我还要蓬，好，然后这个蓬出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可以事先呢先把它旁边的部分比如说先把它削掉，这样也可以。你就确定你就会确定它是可以让你就是呢刀子进去的。好，比如说像这样子的部分来处理。好，那首先我们先从中间开始，那中间我们把它想成一个时钟好了，我们从中间开始，然后呢把它戳到底。我把它当成也是一个时钟，我从12点、3点，从3点地方进去。好，如果担心戳，你可以把它反过来。
它就不会戳进去了，也可以哈，就这样子贴住。然后从3点到6点呢，就不要拿太远，因为支撑力在这个地方会比较好控制。是你拿很远的话，你没有办法掌控到这个部分，然后就到底，然后呢到底之后再转过来。你看我如果这边比较蓬，可以稍微拨一下。好，那记得如果你不小心哦，这边好卡卡的，你一定要出来哦，你不能这样卡卡就把它过去，然后这边一个洞就好大一颗洞。老师，我就是这样，所以我的表面呢，简直就是月球的表面哦，还有的地方就少一块了。哦，就是因为老师刚刚说的啊，你卡卡的时候，你还是想说啊，就是给它挖过去。对，因为卡卡有时候中间的地方卡到，或者是你面糊流到这个底下，是不是有空隙？有没有看到？然后它就会卡到你那个就是呢里面的部分的接触点，所以你的刀子就会不顺利。好，就这样子，然后3点到6点，3点到6点，然后呢，好看一下，搞不好我也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哦，你看是不是有戳到？啊，这就是戳到。对。可是你有卡卡，你就是记得要出来。如果你戳过去，这个洞就变很大一颗洞，这样平平的哈，就这样平的进去，然后转，这是转盘啊。如果你没有的话，用盘子也可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哈。好，就这样子，它就完全起来了。那此时呢，这个不是正面，这才是正面。OK，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刚刚看到那个凹凸不平的，其实不是正面。戚风蛋糕的正面呢，是在它的底部。其实它可以单独这样吃，然后通常你会看得到，有时候你在餐厅的时候点戚风蛋糕，它会在盘子里面它是躺着的，然后放一球呢，就是呢鲜奶油让你沾着吃，然后配个红茶或者是黑咖啡。那如果你觉得说刚好有朋友生日，你想做一个比较特别蛋糕，然后又不增加他负担，你可以把它装饰成生日蛋糕送给他。可是它有个重点，就是它很轻。所以你不能说我来得可能它这草莓，可能它这上面它这点不落去，你知道了哈。所以呢，适可而止。好，那但因为它水分很多，不用9糖也没关系。好，那我们就首先先来切蛋糕，我们就要切1刀2段就好了。OK， 一定要1刀2段哈。好，那首先呢，我们先取少许的鲜奶油就好了哈，少许。你不要加太多，以为就好吃加很多，结果呢送出去的时候垮台。好，然后呢，当然你用汤匙也可以，比如说你真的没有这个抹刀，你就用汤匙把它稍微整平就好了。那水果放的时候呢，通常啊就是切的时候不要切太薄，切太薄的时候夹到里面的时候出水，它就有点厚度。我们就这样就好，对，安定它，要不然你放上去的时候它会滑动。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把这个就是呢蛋糕体呢放上去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呢把它呢就是呢整个呢把它抹面抹好。好 ，OK， 那这样之后呢，我们当然这样送出去，白白的也不怎么有祝福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喜气哈。好，挤一个大圈圈，让草莓坐得稳的地方哈。那这边再2颗，这边再2颗，挤圈圈，大家血淋大家都没有问题的啦，对不对哈？好，那希望呢让草莓呢。所以刚刚老师是撒了这个防潮的糖粉，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唐突，色差的部分哈不会那么大，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因为有时候我们放的那么红的东西在上面的时候，我们整个颜色的色差松松啊哈，对，好松松，对哦，好贴切，对，松松，就是看起来比较俗一点哈。那弄了一点糖粉的感觉呢，它就浪漫起来了，感觉是在雪国那种感觉，飘雪啊，就是女孩子就很喜欢嘛。那蛋糕给人的感觉也是一种比较浪漫的一个甜点哦。